Hello， 你哋好啊！我係聰穎老虎仔啊！歡迎大家嚟到 My Smart Pet Smart Paws 獎品換領禮物頻道2012至2013，好開心喺度見到大家。睇下今個星期有咩獎品俾你哋換領先啦！有請禮物小姐。Hello， 咁多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又係我禮物小姐啊！又嚟到星期五啦喎，今個星期嘅尊貴聰穎會有啲咩獎品俾你哋換領？不如一齊而家就睇下啦！第一份獎品係 McVitie's 巧克力消化餅，同學需要用8000個 Smart Points 嚟換領，名額有38名。我相信呢，同學呢努力溫習緊嘅時候，有時都會覺得好攰㗎，所以呢，喺溫習嘅時候有適當嘅小休呢係好重要嘅。到時呢，飲杯水啊，食少少嘢啊，對於你嚟講呢，絕對係一個提神嘅作用㗎。所以呢，今次就帶嚟呢個巧克力嘅消化餅啦。佢裡面呢，總共有6小包，每一小包入邊呢，都有好多塊嘅迷你朱古力消化餅。我就食過啦，好好味㗎。如果你都想試下嘅話，咁就即刻用 Smart Points 嚟換領啦。第二份獎品係 Merci beaucoup 手環布袋，狗仔圖案。同學需要用65000個 Smart Points 嚟換領，名額有1名。同學返學嘅時候呢，當然呢要孭一個書包啦，因為呢你哋嘅書本同埋可能你哋都會帶水壺啊或者文具返學，書包呢都會有啲重㗎，所以用背囊呢係最好，書包係最好嘅。咁但係呢，當你課餘嘅時候，可能你去補習啊，或者上一啲興趣班嘅時候呢，有一個手環布袋俾你放少量嘅物品就非常之適合啦。所以今次呢，就為大家帶嚟呢一個手環布袋。而且呢，上面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狗仔圖案，佢嘅眼睛係星星形嘅，而且呢，顏色係紅色，都好醒神，好醒目㗎。如果你都中意呢一個嘅手環布袋嘅話，咁就唔好等啦，用 Smart Points 嚟換領啦喎。好啦，今個星期時間又差唔多啦喎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